香港係世界上最繁忙嘅城市之一，擁有一流嘅基建設施，交通網絡完善，為生活帶嚟便利。為配合未來發展，新落成嘅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由新界西北連繫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香港國際機場同北大嶼山。從此由屯門南往返香港國際機場，行車路程可縮短約22公里，行車時間可縮短約20分鐘。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工程包括建造一條全港最長同埋最深嘅海底行車隧道，工程龐大而複雜，過程中面對唔少困難同埋挑戰。我哋嘅工程團隊一直迎難而上，以創新同埋可持續發展嘅精神，將問題一一克服，順利完成呢個艱巨嘅工程任務。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全長約9公里，係雙線雙程分隔行車道，分為南北兩段。南面連接路已經喺2018年通車，包括約1.9公里長嘅陸上高架道路及約1.6公里長嘅跨海高架道路，連接北大嶼山公路同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而北面連接路就包括一條約5公里長嘅海底隧道，連接屯門南同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係現時全港最長最深嘅海底行車隧道。單管道長約5公里，深入海平面以下約60米，鑽挖直徑達6層樓高嘅隧道，係全個工程最困難嘅部分。進行咁龐大嘅工程，要考慮多項環境因素。工程咧係要克服好多困難嘅，包括跨越重要嘅航道啦。建造期間要減低對繁忙嘅海上交通，同埋對中華白海豚棲息地嘅影響。為免工程影響海洋生態同海上交通，工程團隊以鑽挖方式取代傳統嘅沉管方式興建呢條隧道。工程人員採用全球最大型、直徑達17.6米嘅隧道鑽挖機，同2部直徑14米嘅混合盾構式隧道鑽挖機。直徑達17.6米嘅鑽挖機，相當於約6層樓嘅高度。同傳統嘅沉管方法比較，用隧道鑽挖機建造海底隧道，可以減少挖掘同埋棄置大約1100萬立方米嘅淤泥，大大減低工程對環境嘅影響。隧道鑽挖過程不容有失。喺海床下鑽挖期間，隧道鑽挖機係處於高達6倍大氣壓力嘅高壓環境下運作，所以隧道鑽挖機嘅日常維修工作都需要喺高壓環境下進行。呢項工程為香港首次引進咗飽和高壓技術，我哋提供咗專用嘅高壓生活艙，令到相關嘅人員喺28日內安全咁喺高壓環境下如常生活。期間只需要進行1次嘅減壓程序，咁樣可以大幅減低工人患上減壓病嘅風險。A team of 4 saturation workers resided in the pressurized living chambers filled with a compressed mixture of oxygen, nitrogen, and helium, namely trimix gas, on the ground surface. They were transferred by pressurized shuttles to the excavation chamber of the TBM to carry out daily maintenance works. 同時，工程團隊採用咗多項創新技術，減少維修人員喺高壓環境下嘅工作，包括採用嶄新嘅 MoBD 系統，監察鑽挖機實時狀況，按需要作出維修同更換。部分工序更以遙距機器裝置同機械臂取代。有關技術曾經榮獲多個工程獎項。We are now standing on the deepest section of the Tunemund-Chek-Lak-Kok Tunnel, about 60 meters below sea level, where our specialist hyperbaric workers have overcome the atmospheric pressure nearly 6 times greater than at the surface. During the whole tunnel excavation process, we performed over 300 saturation dives, more than 1,400 cutting tools replacement with no decompression illness and no health issue among divers. All of this were accomplished by the professionals who worked hard for the project. 工程開拓咗香港交通網絡嘅新領域，
為咗克服施工上嘅種種困難，同埋令工程更有效率，團隊運用嶄新技術建造呢條跨海隧道。屯門赤鱲角隧道係目前有最多跨管通道嘅海底行車隧道，一共有57節，當中46節係香港首次以小型隧道鑽挖機建造。呢項係一個非常艱巨嘅任務，因為我哋需要喺接近6倍大氣壓力下嘅海底橫向貫穿2條已經建成嘅隧道管道，同時要防止海水湧入。為咗應付呢啲難題，我哋工程團隊研發咗2部直徑3.6米嘅小型隧道鑽挖機，採用特殊頂管技術進行鑽挖，係世界首個採用呢種創新施工技術嘅同類型工程。鑽挖期間有臨時降罩，維持防水同氣壓穩定，直至連接管道挖通兩端，平衡壓力。呢個方法曾經喺2018年獲得英國土木工程師學會期刊 New Civil Engineer 頒發年度創新大獎。為咗提高施工效率，整個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工程使用大量預製組件建造，例如隧道內壁、上方抽風管道面板、中層道路護欄同公用設施走廊。隧道壁由合共42,756件預製組件組成。隧道鑽挖機鑽挖期間，工人亦同時安裝隧道壁組件。公用設施走廊嘅預製組件總長度達7.3公里，總共有6387件組件，最長嘅組件達6米，最重嘅組件達1噸。而道路護欄同上方抽風管道分別用上9357件同5115件預製組件。上方抽風管道安裝4件預製面板組件，只需要30分鐘。而連接管道本身都係用預製組件建造。成個安裝過程係非常之省時方便。隧道鑽挖機先鑽挖隧道，然後安裝隧道壁，再安裝地下設施走廊，然後鑽挖同埋安裝連接管道，再鋪設通風管道，最後安裝行車護欄就完成啦。採用預製組件方式，可以令工程同時處理唔同工序，減少喺隧道工作嘅工人數量，同改善工作環境，例如減低噪音、減少塵埃等等。地面上嘅隧道通風大樓都係採用預製組件形式建造，大量嘅柱同橫梁採用預製組件，可以減少採用石屎模板同臨時支撐，亦減少受天氣影響。連接路南邊出入口嘅明華回田隧道係香港最大嘅環形垂直連續牆結構隧道，運用環形垂直連續牆作為臨時護土設施，大量咁減少咗橫向支撐數量，擴大咗施工環境，因而大大咁提高咗施工嘅效率同減低施工嘅風險。施工完畢之後，隧道表面就可以填補返泥土啦。一條5公里長嘅海底行車隧道嘅日常運作，安全絕對係最重要嘅一環。有賴嶄新嘅設計同新科技，大家可以放心暢行屯門赤鱲角隧道。北行隧道同南行隧道有57條連接管道連接，如果發生突發事故，就可以穿過連接管道到另一隧道管道以保安全。另外，隧道內每200米亦設有進入公用設施走廊嘅緊急入口，以便消防隊伍及時趕到現場進行救援工作。日常維護對於隧道嘅保養同安全相當重要，但係進行維護期間要封閉行車路段就會造成不便。屯門赤鱲角隧道係香港首條隧道，行車道下邊設有設施走廊，全長約9公里，空間非常之大。日後進行維護可以減少隧道封閉嘅時間，而設施走廊亦設有電動運輸車作為運輸之用。配合政府推動創新與科技發展，屯門赤鱲角隧道率先利用雲端技術監察隧道同公用設施走廊嘅火災警報系統。隧道管理人員透過手機應用程式，就可以對隧道消防設備進行自動實時監控。當有異常情況發生，警報系統就會即時透過手機應用程式向隧道管理人員報告，仲會顯示出發生火災嘅位置，等工作人員可以迅速咁樣作出適當嘅應變。而收集得嚟嘅預報警報數據，亦可以改良維修計劃同埋優先次序，
提高設備維護嘅效率，大大減低警報系統誤鳴嘅機會。屯門至赤鱲角北面連接路通車，為香港交通基建寫下新嘅一頁。一條標誌住效率同創新嘅道路開通，會為香港帶嚟乜嘢好處呢？大嶼山作為香港通往國際同大灣區嘅雙門戶，新道路拉近咗新界西北同大嶼山嘅距離，對促進相關地區之間嘅人流物流幫助極大，同時亦加快同大灣區嘅經濟協作。屯門至赤鱲角連接路係一項策略性嘅交通基建，令往返屯門同北大嶼山嘅路程可以大大縮短，亦都增加連接香港國際機場同港珠澳大橋呢啲區域交通樞紐嘅道路，佢哋嘅通達性同埋可靠性，為市民出行帶嚟更大嘅便利。路政署會繼續致力拓展我哋嘅道路網絡，為香港未來嘅發展提供高質同便捷嘅交通基建。